讲说，我们一起要来向耶和华歌唱。我们要来一起向耶和华歌唱。找一个离你最远的人哦，在最左边就找最右边的，在这边找最左边的。我们一起来唱。来向耶和华歌唱，小城就凡事欢呼，因耶和华伟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。来向耶和华歌唱，真理要向他歌颂，在日光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。我们一起来拍手，一起大声的，我们要来向耶和华歌唱，要来向我们的主来敬拜，我们要一起来歌唱。普天下向耶和华欢呼歌唱，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圣所。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，地平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。一起来说，来向耶和华歌唱，小城就开始欢呼，因耶和华伟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。来向耶和华歌唱，真理要向他歌颂，在日光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。来向耶和华歌唱，小城就凡事欢呼，因耶和华伟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。来向耶和华歌唱，真理要向他歌颂，在日光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。让称谢进入他的门，让赞美进入他的园，让感谢耶和华称颂他的圣名。因为耶和华很伟大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永不更改，直到万代。再说一次，当称谢，让称谢进入他的门，让赞美进入他的园，让感谢耶和华称颂他的圣名。因为耶和华很伟大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永不更改，直到万代。来向耶和华歌唱，小城就我们一起高举手来唱。因耶和华伟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。来向耶和华歌唱，真理要向他歌颂，在日光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。来向耶和华歌唱，小城就凡事欢呼，因耶和华伟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。来向耶和华歌唱，真理要向他歌颂，在日光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。我们一起来拍手，将我们的掌声，然后将我们的赞美，将我们的歌声都献给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。我们一起来到我们的神面前，我们要谦卑的来到我们的主面前，我们来跟我们的神说：主啊，我们的生活或是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常常会发生一些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，或者是我们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？明明我们都走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但是我们今天用这首诗歌，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，然后要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来说：主啊，我们不向你问为什么，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你一直看顾着我们，你也会将最好的安排在我们的当中。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赞美我们的神。
认识的你是良善，我认识的你是永远不会失败，我认识的你是万物的主宰，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就像洪水把我的视线淹没。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因你坐在宝座。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你的公义和信实从不落空。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我凭信心而活。我认识的你是温柔的阿爸父，我认识的你是丰富，我认识的你是恩典难以细数，我认识的你是随时的帮助。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还是会难过，还有忧伤的时候。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日子不总是好过。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生命的重有时会那么难承受。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今天在他手中。我不问为什么，还是会难过，还有忧伤的时候。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日子不总是好过。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生命的重有时会那么难承受。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一切在他手中。有时候，总有时候，你的时候我等候，牵引我每个角中，如明光直到午后。苦与痛又算什么？你冠冕为我尊荣，要珍重其中今生永恒的日子不总是好过。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生命的重有时会那么难承受。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一切在他手中。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就算洪水把我的视线淹没。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因你坐在宝座。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你的公义和信实从不落空。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我凭信心而活。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还是会难过，还有忧伤的时候。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日子不总是好过。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生命的重有时会那么难承受。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一切在他手中。不管怎样，我为你活。亲爱的弟兄
个想要问为什么，或是每一个想要向主询问说，主啊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？这个时候，我们应该要来到主的面前，向他祷告说：主啊，求你给我们信心，求你给我们跟随你到底的信心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在这些我们看似不可能，或者看似我们疑惑、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的时候，所以说我们都要拿出跟随你脚步的信心，我们要一路跟随你到底，然后要在那里领取主耶稣你给我们的赐福与恩典。全人全心敬拜你，用我全人全心敬拜你，不管生命有多少问题，你的爱使我重新得力，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，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，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，让我一生从此有意义。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，尽管有风雨，仍然不放弃。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，这一生跟随你到底。我们一起来唱，用我全心全意，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，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，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，让我一生从此有意义。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，尽管有风雨，仍然不放弃。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，这一生跟随你到底，相信你的应许，走在你计划里，对抗你的膀臂不放弃，相信你的应许，走在你计划里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。我们更多的来说，主啊，我们要相信你的应许，主啊，我们要走在你的计划里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，相信你的应许，走在你计划里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。我愿紧紧跟随你，尽管有风雨，仍然不放弃。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，这一生
生，跟随你求你在每一天，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，这一生跟随你到底。是的，天父上帝，我们再次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、昨天每一天。谢谢天父上帝，你爱我们，并且你认识我们。你说你连我们的头发都数算过，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。让我们知道每一天都在上帝的掌握当中，每一天都在上帝你的计划里。让我们看每一天都是神美好的一天，让我们把握今日，把握每一日。谢谢爱我们的主，献上我们对你的敬拜，对你的赞美，对你的感恩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已经是进入到耶利米书的信息。在过去的2个多月当中，接近3个月，我们分享的是历代志上下，总共有8堂的信息啊。那耶利米书呢，跟历代志是一个更不容易读的一卷书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有读了历代志的经验，或是从历代志当中来学习，我们能够知道耶利米他所要表达、他所要呈现的是什么。今天是9月21号，讲到9月21号，我们就会记得25年前1999-921，凌晨1点47分的大地震。这个时候你已经出生的，请举手。好，举手的人就是有25岁以上了，请放下。好，921地震呢，可能对没有举手的人来讲，是一个过去的传说。但是今年4月3号也有大地震，所以呢，4月3号的403地震呢，可能就让你可以对921地震有一些的概念哦。但921地震比今年403地震还要大。那在今年当中，25年来，你觉得台湾防震有没有进步呢？有很多的进步。所以在今年，在921地震之后，政府呢挖出了很多黑心的建商，找到很多在施工上面，还有在建筑上面的弊病。特别呢可能是官商勾结的这个系统呢，都去找出来，所以不断的修法，不断的修改，让今天每一个在921地震之后盖的房子呢，不但是经过921地震的考验，同时呢，也能够经得起这个政府的检验。所以在今年403地震，在花莲只有几栋只有个位数的房子倒塌，但是在全台各地呢，大部分的房子，特别是新盖的房子呢，在那个防震还有强化上面呢，都得到很大的改善。所以如果没有25年前的921地震，可能今天我们还会住在这种有那个用沙拉油的桶子，然后塞在柱子里面，来偷工减料这种房子当中哦。但是呢，在耶利米书当中呢，也让我们看到惊人的一幕，就是耶利米他看见了一个上帝的时刻。那个时刻呢，叫做无法悔改的时刻。什么是无法悔改的时刻呢？耶利米他在耶利米书的第4章，他这样子说：“我的肺腑啊，我的肺腑啊，我的心疼痛，我的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。我不能静默不言，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声音啊，喊声。”耶利米他看见这个国家，他所处的城市，他所在的环境，并不是天下太平，并不是一切都没有事，而是他说：“我观看，这样一看，看啊，肥田变为荒地，所有的城镇在耶和华面前，都因为神的愤怒而被拆毁。”耶利米看见一个时刻，是在呼天抢地，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应的时刻，没有任何的改变，这个灾难必定要发生了。所以这是一个无法悔改的时刻。悔改是一个 U turn， 好，我们一起说一次，悔改就是 U turn。U turn 就是几度？180度啊，不是360度。好，360度怎样啊？又继续往前走了。U turn 呢，就是180度的转变，也不是90度，也不是45度。
是一个他知道自己现在前进这个方向不能再往前，不能再往前，他必须要放弃，他必须要舍弃。耶利米书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悔改的 SOP 标准程序，有4件事情是我们要学习的。第一件事情是要在关系上悔改，我们一起说，在关系上悔改。我们的关系有2种，一个是错误的关系，一个就是正确的关系。耶利米让我们看见错误的关系叫做认贼作父，正确的关系是什么？找到天父。耶利米书第2章第26节、28节，其中27节，耶利米看见这一群犹大国的百姓，上帝的子民，他们对木头说什么呢？木头啊，木头啊，你就是我的爸爸，你就是我的父亲。石头啊，石头啊，我是你所生的。他们不是外邦人？他们不是他们不是在其他地方出生的人，他们是以色列人，是上帝的百姓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是基督徒，他们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参加聚会的人。可是他们跑去对木头说：“好，跟木头叩拜跪拜。”我们今天会不会跟木头叩拜跪拜？祖先牌位，很多的人他把这个木头当作神明来拜。这个木头当成神明呢，是东汉的时候24孝当中有一个孝子叫做丁兰，有没有听过丁兰？丁兰的故事呢，就是他是一个地方的恶霸，而且常常会动手殴打他的妈妈。而他的妈妈呢，他是山上砍柴，他妈妈常常就送饭去山上给他。而这一天呢，这个丁兰在山上砍柴的时候，他突然看到一个画面，就是有一只小鹿跪在母鹿的身边，跪着喝奶。因为鹿要喝奶，就是要前腿要跪着喝奶。而这个丁兰呢，突然就有一个意念跑到他的头脑里面说：连这个动物都知道喝妈妈的奶要跪下来，我怎么可以对妈妈这样子动手动脚呢？所以丁兰呢，他瞬间一个180度的 U-turn， 他觉得他对妈妈的态度要 U-turn， 要180度的改变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刚好他的妈妈就送便当来到山上给他。结果他看到他妈妈从山下来，哇，他就很感动，冲下去大喊妈。结果呢，他的妈妈一看到他从山上冲下来，以为怎样？他送便当送得太晚，他要被打了，所以便当一丢，好，妈妈转身拔腿就往山下跑。一跑之后呢，连滚人就被绊倒，然后连滚带摔，一路就摔到山下的河里面去。这个丁兰呢，就继续的妈妈就跑去河里面找，找了半天呢，找不到他的妈妈，最后找到一块什么木头，找了一个木头。他说：“这个木头就是我的妈妈。”然后就把那个木头扛回家，然后每天早上就说：“阿布起床啊，木啊加班啊，妈睡觉了，妈起床了。”他就每天对这个木头讲话，讲到呢住在他身边周边的人都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孝顺，好对着这个木头不断的讲话，所以他后来就被封为中国的24孝。这个故事呢，有没有觉得很感动？没有觉得很感动，你会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实在是太愚蠢了。在生前的时候对妈妈最好的孝顺，不是这样的方式，就算父母死后对他孝顺的方式也不是这个方式。但是在耶利米那个时代，他看到上帝的百姓对木头说：“你就是我爸”，对石头说：“你就是我妈”，却不认识自己的爸爸妈妈。但是正确的关系不是认贼作父，而是找到天父。耶利米书在第1章，上帝呼召耶利米出来当先知的时候，就对他说的这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：“我尚未将你造在母腹中，就已认识你；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将你分别为圣，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”谁才是耶利米真正的爸爸妈妈？当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，妈妈可能要透过照超音波3D、4D，然后看到这小孩子，但是他也不知道这个小孩子他的一生会如何。但是上帝说，你都还没有在妈妈的肚子当中，上帝就已经认识了耶利米，
你还没有从妈妈的肚子里面生下来，上帝就把你分别为圣。所以耶利米他的爸爸是一个利未人当中的祭司，他还没有出生，上帝就拣选他，要他过祭司的生活，并且要透过耶利米成为不是只有南国的先知，是成为列国的先知。谁才是你真正的爸爸？谁才是你真正的妈妈？这是正确的关系，正确的关系。鸡下的每一颗蛋，它会不会认得？不会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们吃的每一颗鸡蛋，可能很难从外面来看出这个鸡蛋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。但是母鸡对鸡蛋会不会有感情？我们来看一个影片哦。鸡呢，即便每一个蛋都长得一样，但是鸡对每一个蛋还是有感情。你有没有去在母鸡的下面拿过鸡蛋？你去拿看看，如果你从母鸡的下面把鸡蛋拿出来，母鸡的反应会开心还是生气？它会生气哦，它会咬你。可是呢，如果你给母鸡什么，给它饲料吃，母鸡吃得开心之后，它就忘记它下面有鸡蛋了。好，谢谢啊。所以在这影片当中呢，让我们看见谁才是我们真正的父亲，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母亲。在关系上面，如果我们也是依靠饲料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谁给我饭吃，谁给我衣服穿，我就叫他爸，我就叫他妈。这我们在关系上会出现严重的问题，把木头当父亲，把石头当母亲。耶利米呼吁以色列人，上帝的子民，在关系上要找到正确的关系，谁是你的天父，而不要在地上随便认贼作父。而耶利米第二个在态度上，也要我们有180度的转弯。态度上错误的态度就是我不行，我做不到。但是正确的态度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当上帝呼召耶利米，那时候他只有20岁。他被呼召的时候呢，他非常的年轻哦。但是上帝告诉他说：“你要成为列国的先知。”耶利米听到之后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主啊，你看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说，我家少年，我这么幼气，我大学都还没有读毕业，我怎么能够当列国的先知呢？”在这个态度上面，其实我们会觉得正常啊，本来就是啊，我都毕业证书还没有拿到，怎么可能服侍做上帝的器皿，还成为列国的先知呢？但是错误的态度就会让我们有错误的信心，让我们在上帝所要做的事情上面，我们就停在这边。就算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，我们却不知道该怎么走。而正确的态度呢，是后来在第1章15、16、17节呢，上帝告诉耶利米说：“上帝说，不要因为他们惊慌，免得使你在他们面前也惊慌。”上帝告诉耶利米不要怕。还有，上帝对耶利米说：“看哪，我要使你成为坚固的城，成为铁做的柱子，铜的墙，能够对抗全地和犹大的君王、官长、祭司和百姓。”上帝告诉耶利米，这个时候你很年轻，但是不要怕，上帝要与你同在，上帝要让你能够坚硬如城墙，如铁柱，如铜墙一般，能够抵挡各样的攻击。好，第19节我们一起来读：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胜过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们再读一次：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胜过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在圣经当中，耶稣讲了一个故事，
一个父亲他有2个儿子，大儿子很乖很听话，都在家里面帮忙；小儿子很坏很混，一天到晚都在跑出去玩。后来小儿子跟老爸讲了一个很不孝顺的话：“爸，你死了之后，好，在你还没死以前，赶快把要给我的分一分，过户给我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没有关系了。”这爸爸呢，也让这儿子就拿到他分的份，然后这小儿子就出去挥霍，然后呢，到处玩，到处吃喝，就把他的钱全部花掉。没有钱之后怎么办？就去帮人家工作喂猪。结果他看到猪有东西吃的时候，他没有东西吃，他就有一个180度的 U-turn。我干嘛跟猪在一起？我回家当我爸的仆人，至少都还可以吃正常的白饭、喝汤，我也不用在这边跟猪抢着吃。所以他有一个 U-turn 之后，他说：“我要回家见我的父亲。”回到家门前，看到他爸爸在那边等他，大老远看到小儿子回来，就跑去抱他，而且亲他，还接纳他，还给他衣服穿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是这个哥哥，看到这个弟弟不孝子弟弟回来了，你会开心还是会生气？好，大部分人都会不开心。好，为什么你又回来？你还有脸回来？你要回来，你应该是跪着回来，爬着回来。可是他的爸爸居然对这个弟弟这样的好，还给他吃给他穿，还杀了这条牛，哇！然后呢，在外面庆祝。这个哥哥在外面工作半天，下班回来，听到里面在唱歌跳舞的声音，他气得，他知道原来是弟弟回来，他真的气到发抖，死都不进去。所以呢，一直到他的爸爸出来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进去？”这个哥哥跟他爸爸 complain：“ 你看你这个弟弟，看你这个小儿子，他这样子挥霍，他这样子把你的钱都败光了，你居然还这样对他。我呢，我在这里工作这么久，我在这边上班这么久，你也从来没有杀过一条牛，这样子帮我庆祝。”可是呢，他的爸爸讲了一句话：“孩子啊，我所有的都是你的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这个弟弟对我而言是一个失而复得，不见了，但是他回来了，死而复生。对我的心来说，他好像死掉了，我已经没有这个儿子了。可是这个儿子今天回来了，你觉得我能够不开心、不庆祝吗？”有时候在态度上面，我们会跟上帝 complain， 在态度上面，我们会照自己的感受、自己的想法，告诉上帝你应该这样。但是在态度上180度的 U-turn， 是不是用我们的心？是用上帝的心，不是用大儿子的心，而是用天父的心。耶利米告诉这一群人：“你们上帝让耶利米知道，虽然你年轻，虽然你还没有毕业，虽然你还没有拿到驾照，虽然你还没有赚到半毛钱，但是你只要态度正确，知道天父要的是什么，上帝就要帮助你，让你像坚固的城，像铁的柱子，像铜的墙。不管921地震来1次、来2次、来3次，你也不会退缩，也不会害怕。就算全地的君王攻击你，全国的长官对付你，就算所有的祭司跟你同行的，因为耶利米也是祭司，跟你同行的来攻击你，来骂你，但是上帝说：“我要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”耶利米他有一个新的认识，在态度上面，不再看自己，而是照上帝的来看。不再是用自己来标准的衡量，而是用上帝的标准来衡量。所以耶利米书这么长，52章，但是第1章上帝就解决他的问题。你可以读耶利米，越读越发现耶利米实在是非常的了不起，因为这个名字叫做耶和华高举。我们说一次，耶和华高举。这个人从这么年轻，20岁还不够资格当祭司，他要30岁、25岁他才能够去实习，到圣殿里面去工作。可是呢，在他这么年轻，上帝就已经告诉他：好，要起来服侍，要起来传上帝的话。
他觉得我还没有到年纪，可是上帝就让他的态度上面有180度的转变。到最后，你看到耶利米真的被上帝所高举，是一个伟大的先知。第三，耶利米他看见悔改的 SOP 是要在盼望上面悔改。一种错误的盼望呢，就是我想要什么就要什么，我看见什么我就爱上什么，见一个爱一个，这是错误的盼望。他把他的 wish， 把他想要的通通放在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上面。但正确的盼望是一种荣神益人的盼望，做的每一件事情是要来荣耀上帝，这是他的盼望；做的每一件事情是要叫人得益处，这是他的盼望。在第2章耶利米书的第2章，耶利米他在态度上改变之后，他就开始对以色列来发预言。在这预言当中呢，才20岁的年纪，他就对列国说，对这些的国家说，以色列啊，你第2章的23节，我来念给大家听。以色列啊，你这个国家，你怎么能够说我没有玷污，没有随从巴力呢？你看看你自己在山谷里面所做的事情，好好想一想你自己的所作所为啊。你是一个快行的独峰驼，就是跑得很快的骆驼，狂奔乱闯，就是为所欲为，爱去哪就去哪。后面说你像是野驴，习惯住在旷野，你的欲望的心发动的时候就呼吸急促。你发情的时候，有没有看过驴发情？驴子叫的声音，发情的时候就发出嘈杂的声音。谁能够使它转回呢？它要往这里就是往这里，你用3条绳子、10条绳子拉不住。但是耶利米对这些的国家发出预言：凡寻找野驴的，不必费力，在野驴发情的季节里面就可以看见它。耶利米向列国来说，他们不是为所欲为，他们在他们的期待、盼望上面，不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，而是要荣神益人。所以耶利米书到了第3章，上帝同耶利米对列国给了一个信息，这个信息在这里出现，后面就没有再出现了。第3章第1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我必将合我心意的牧者赏赐给你们，他要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。上帝透过耶利米告诉这些的国家百姓，上帝过去这些的王不论多么失败，但是上帝会预备一位合神心意的牧者。这位牧者，当我们后来读到新约，到今天我们就知道，在讲耶稣。耶稣要成为上帝子民的牧者。这个牧者要做什么呢？要教导，把知识、把智慧给所有的人民，用知识牧会来牧养。过去的以色列人，南国的犹大人，他们像是一个发情的野驴，像是一个淫乱的姐妹。在圣经当中，姐姐因为淫乱，然后呢被休掉了，这个婚姻被解除了。但是妹妹却没有看到姐姐的教训，也一样的淫乱，就是拜偶像，就是贪婪，就是追逐世上的欲望。在山谷当中所做的，就是快行的独峰驼，哪边有发财，哪边有好处，哪边有比特币，哪边有泰达币，他就一昧的想要得到。但是最后的结局就是直直的掉到山崖里面去。但是耶利米说，上帝要把合他心意的牧者赐给你们。这个牧者来带你们读的不是只有《论语》，带你们读的不是只有中国的24孝，这么多你读过的书籍当中，上帝要用他的心意、知识、智慧来牧养你们。这个图在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小朋友他读了大概有1000本的书，然后从书上里面
他所学到的知识去做了一架飞机。现在呢，他在这个飞机的上面，这是他书上教他的。他准备从这个知识的高峰一跳下去，你觉得这个飞机飞得起来吗？知识可能让我们有人生有不同的见识。今天你在学校所学到的一切，在你这个年纪所得到的知识，当你遇到人生的困难，遇到人生的挑战，是不是能够像老鹰飞起来，还是就直直的摔下去呢？如果你学到这些不能够让你的人生飞起来，你必须要有一个 U-turn， 因为你的人生它不能够克服困难，不能够解决难题，而是可能在你人生最危急的时候，921大地震的时候没有办法救你。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是25岁，921地震是我去读神学院的第一个礼拜的晚上，但是那时候我是住在家里，因为我们家离神学院很近。那一天晚上，我睡在房间，结果开始天摇地动，所有东西都掉下来。在那个时候呢，我记得那时候就赶快从床上下来，跪在床边，然后就在那边跟上帝祷告：上帝啊，救我！上帝啊，救我！好，你根本呢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。但是摇得很大，之后呢，后来我的爸爸也跑出来，妈妈也跑出来，弟弟那时候是在彰化念书。可是呢，我的妹妹呢还在睡觉，她就一直睡到天亮，她都不知道发生地震了，她还在睡觉，很能够睡。但是呢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所信仰的，如果在我们人生遇到最危急的时候，没有办法拯救你，在今天你要有一个思考，到底我要继续相信这个，还是我应该要寻找那个能够真正救我的神呢？最后耶利米书告诉百姓，他们要在忠诚上面悔改。忠诚，很多人以为他们的忠诚就是有啊，我一直同样的我都没有换过啊。忠诚，我对就是这个品牌的忠实信徒。但是错误的忠诚是一种淫乱，是一种污秽。上帝所要的忠诚是一种使命必达。在耶利米书，耶利米告诉百姓说，以色列轻忽他自己的淫乱，这是讲北国，他们和石头他叫爸爸，和木头叫妈妈行奸淫，就是把他们当偶像、当神明、当自己的父母亲来忠诚的跟他们生活。但是上帝的眼中奸淫，所以北国以色列和全地都污秽了。在上帝的眼中，错误的关系，即便我们在怎么样的忠心，但是都会全部都污秽。就像是给你一杯牛奶，这一杯牛奶当中是纯鲜奶，是最好的牛所挤出来的鲜奶。可是呢，在这鲜奶当中，只有加一滴的砒霜，只有加一点点1%的砒霜。请问你要不要喝这杯鲜奶？它是纯的呢，所有99%，甚至99.99%都是纯的，就只有那么1%、0.1%，在上帝眼中的忠诚是，那0.1对上帝都很重要。好，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0.1的忠诚对上帝来说都很重要。0.1的忠诚对上帝来说都很重要。上帝他不是要我们只有一个60分的基督徒、70分的基督徒，上帝要我们成为基督徒，就是基督徒，没有那个0.1对上帝扭曲或是那个可有可无的模糊地带。上帝告诉耶利米，今天你要成为列国的先知，而我要让你这个先知呢，是建立在列邦列国之上，让你透过你的服事，上帝要进行的是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。这有4个动词，这4个动词好像拿出铁锤，好像拿出球棒，好像拿出斧头，就是大肆的破坏。上帝要耶利米去拔出
拆毁、毁坏、倾覆这一些在列国当中的罪恶，最后要做2件事情，就是建立和栽植啊。好，第1章第10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：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、栽植。你知道吗？讲实话是舒服还是不舒服？听实话是开心还是不开心？你喜欢当那个白雪公主里面那个皇后？魔镜啊，魔镜，谁是世界上最帅的恐什么？恐龙。我们有个迦南什么？孔刘。谁是世界上最帅的孔刘呢？哇，就是你。听到这样的话，当然会很开心。但是如果你听到不是孔刘，你是一个恐龙，或是你是一个肿瘤，听到的话，你可能会非常的伤心，非常的难过。但是上帝要耶利米这么年轻，他不能够说假话，他不能够说那个官场上面、商场上面那种好听的话、巴结的话、阿谀奉承的话，他必须要说实话，因为只有上帝的实话才能够拔出这些的偶像的根，只有上帝的实话才能够拆毁那些偶像建立的墙，只有说出上帝的实话，才能够毁坏、倾覆那些偶像神明金钱所盖起来的高塔。耶利米他在一个选择当中，到底他要看地上的还是看天上的？到底他要选择说善意的谎言，还是要选择说用勇气、爱心说诚实话？善意的谎言，最后还是什么？谎言。即便你再怎么样有爱心，它也不会变成实话。但是你说出一个勇气的实话，它不会是谎话，但是很有可能它的杀伤力、它的威力无穷。耶利米在这边左思右想，他在这边难过半天。我这么年轻，我什么都不会。我这么年轻，我哪敢去？我这么年轻，我见不了谁。但是上帝说：“不要怕他们，我要与你同在。”上帝说：“我要把我的话放在你的口里面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嘴巴说出来的话，就代表上帝要说的话。”上帝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把你立在列邦列国之上。今天开始，你所要说的话，不再是自己这个眼前的环境，而是要对国家来说话。”所以耶利米他开始去到圣殿，他开始去到广场，他开始在人群的面前讲话。他每说完之后，你觉得大家就是站起来给他拍手吗？还是被丢鸡蛋、被丢石头呢？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人民给他嘘声，都是人们给他吐口水，都是人们给他唾弃。你是耶利米，你还要不要再干？你还要不要再去讲第2场？你要不要再去另外一个地方继续说？如果不是上帝与耶利米同在，我们早就放弃了。即便耶利米没有人欢迎他，但是耶利米看见了一个无法悔改的时刻。他看到的是巴比伦的大军兵城临下，他看到的是数不清的军队已经打进来。上帝让他看到，好像在异象当中亲眼看见，让他好像真的听见，上帝让他知道，他今天再不说实话，今天他再不站出来，这个国家、这个圣殿、这个城就要倒下去了。所以耶利米他在这个危急的环境当中，他挺身而出。他在兵荒马乱之际，耶利米他仍然坚持没有半点的虚假，而且上帝说他的脸坚硬的就像是铜是铁一样，就是人家怎么样打他的脸，你有没有去打过铜、打过铁？好，你等一下去打看看，人家打他的脸，打下去的感觉就像打在铜铁的上面，
痛的不是那一张脸，痛的是打下去的那只手。耶利米很年轻，可是他听到上帝很多的教导，上帝给他的观念让他不再一样，所以他服侍上帝40几年，从20岁一直到他60多岁。上帝让耶利米经过了5个王，从约西亚到最后那个王叫做西底家，就是西底这个所在西底家。上帝让他这5个王当中，从他年轻一路到他年老，甚至连西底家他都知道西底家怎么样被巴比伦王用铜链扣住锁住，然后把他拖走了几十公里，到了北边叙利亚，当着西底家的面前，所有的儿子一个一个的把他杀死，最后再把西底家的眼球都挖出来，然后把西底家再用链子拖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巴比伦去啊，几千公里的巴比伦去，就死在那个地方。耶利米在那个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已经说过了，40年前我就已经说了，我不是今天才告诉你。”有人说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耶利米不早一点告诉我们？为什么耶利米你不早一点出来对我们说？”耶利米说：“有，我40年前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说了，但是你们没有听进去。回转就是一个 U-turn，U turn 就是原来是 My Way， 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，My Way。但是这首歌呢，它的歌词里面只有我，不是 God's Way， 不是上帝的路。我们可能都会寻找我的路，这是我人生的路，我做主，我选择，我喜欢他，我爱他，我就是要他，我就是要喜欢这个。但是我们都没有去问过别人，我们可能会去问石头，可能去问木头，但是可能不会问爸爸，不会问妈妈。我们可能会去问朋友，可能会去问网友，我们可能会去问 Google， 但是我们不会去问神。U-turn 就是一个从我的路 U-turn 变成上帝的路，从过去这是我要走的方向，是一像独峰驼，就是只有一个风的那个骆驼，快速的前行，但是转成我要等候神，照神他要的方向来行。今天的经文在耶利米书第4章，耶利米从他年轻，他领受先知的职分，他是一个祭司，但是上帝让耶利米说你要成为先知，所以他学习祭司，他也学习神的话，而他把神的话这样说出来。黑色的地方，以色列啊，你若回转归向我。第2节，凭诚实、公平、公义，指着上帝的名来起誓。第3节，你们要为自己开垦荒地，不要撒种在荆棘里。第4节，你们应当自行割礼，归耶和华，将你们心里的污秽除去。耶利米把这4件事情成为帮助百姓悔改的 SOP， 而第一步就是你要 U-turn， 而不是继续的在罪恶当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人生的道路是你所选择，但是这是上帝所要选择的吗？你想要的，你想得到的，你有没有先问过上帝，这是神要给你得到的吗？你所认为可以给你吃给你喝，你把它当作爸爸妈妈一样来孝顺，但是你有真的问过你的爸爸妈妈吗？或许你的爸爸妈妈不能够给你最好的建议，但是他是你的爸爸，是你的妈妈，而你对他的关系是什么呢？耶利米告诉我们，回转的第一步就是要在关系上面悔改，不要让其他的金银铜铁木头石头取代你的父母亲。你的父母亲永远是你的父母亲，不要等到真的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变成木头之后，像那个丁兰一样，你才在说爸，我煮饭给你吃，妈，我帮你盖棉被，爸，我去杀鸡给你吃。那个时候已经是来不及的时候。
悔改是在态度上的悔改。上帝要我们凭诚实、公平、公义来说每一句的话，而不要说假话，不要假冒为善，不要戴着面具，而是要能够真诚。这是在态度上面很重要的。第三，上帝要我们在盼望上面悔改。你所期待、所盼望的，是要开垦荒地，看起来是一个无药可救，是一个没药医的一个浪子，是一个小儿子，是一个不懂事，是一个挥霍钱财的浪子。但是上帝的开垦，上帝的种子，上帝在他心里面的撒种，让他反而能够结出善的果子来。可是他的哥哥呢，却被很多的荆棘掐住。他的哥哥都有在爸爸身边，可是他哥哥的心中呢，很多的刺，很多的苦毒，很多的抱怨。他没有盼望，他不知道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而最后，我要在忠诚上面悔改，不是只有那99%的忠心，上帝要的只有1%的不忠，在上帝的眼中还是藏污纳垢，还是一个不忠。所以上帝要我们学习，能够像耶利米一样，能够悔改。而如果你是耶利米，你愿不愿意接受上帝给你的呼召？特别今天，如果你是2字头的年轻人，你只有20出头，你只有20岁到29岁，如果上帝呼召你去做一件你不敢做的事情，你愿不愿意像耶利米一样呢？耶利米离我们是2500多年前，2000快要600年前就出生，但是他在那个时候20出头的年纪，他就听上帝的话，决定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情。马街16岁，他就决定他将来要成为宣教士。上帝在他16岁的时候就感动他，而巴克里在他9岁的时候就决定，9岁是国小几年级？国小2年级到3年级，他就决定他将来要做一个宣教士，要把他的一生就奉献给上帝。不用等到20岁，只要你愿意，不论你现在是几岁，就算你40岁，上帝也可以使用你。在我20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也有我想要走的人生的道路。在我20岁的时候，我也有我喜欢的对象，我喜欢的人。在我20岁的时候，我也有想到我想要做的事情，人生的梦想。甚至在有一年的1月1号那天早上，我起了个大早，然后呢写了100件我人生当中想要做的事情。我家是在做纸的，所以那个纸可以写很长，我就随便拿我家一卷纸，写了它100项。然后那天想了很多，但是那一卷纸呢，现在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但是我没有记得，我现在还记得一件事情，但那一件事情我不好意思讲，因为我觉得呢，在我人生当中，根本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但是我居然把它写下来，那是 my way， 我人生的路。但是上帝却在我人生24岁到25岁的时候，让我有一个呼召感动，我不要再走我人生的路，是上帝的路。上帝给我一个感动，让我知道我可以有不同的选择。所以那时候不是24岁，牧师娘是几岁？21岁到22岁，在我大3、大4的时候，在我21、22岁的时候，上帝就给我感动，我应该要为上帝来活，应该要来服侍上帝。而在今天呢，已经27年、28年过去了，但是感谢上帝，让我这27年、28年当中，继续向着上帝所要做的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做到退休，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活多久，但是我只知道上帝所要做的事情，每一件事情，不要只有做80%，不是只有做80分。跟牧师开会过的人
都知道牧师的个性、牧师的脾气，绝对不会说哦好这样就好，不会这样子哦你觉得可以啊，你觉得可以，好让你们去做，不会，牧师会不厌其烦，牧师会愿意很啰嗦的，甚至牧师会讲出一些人家不喜欢听的，但目的是因为我知道这样子做上帝不够高兴，这样子做上帝不会完全的喜悦，必须要再更好，再更好，在这件事情上面，我们要能够来荣耀上帝。其实今年牧师有一个很大的隐忧，有一个很大的烦恼。这个烦恼呢，不是我的小孩子，也不是教会的事情。这个烦恼呢，是我的头发，是我的头发。好，如果你看到牧师呢，好，就发现牧师的头发越来越多，还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多。哎，谢谢，好，你这是爱心的什么？爱心的实话，哈，不是善意的谎言。好，我真的看到我的头发，好，而且我每次坐电梯出来，我们经过那个1楼量体温的那个镜头，好，我平常看不到，但是在那个地方就会看到，因为它会慢 delay 个0.5秒，我就会看到我的头后面怎么越来越白，好，越来越白，越来越白，好，那个样子呢，好，感觉呢，好，不是很开心，但是好，其实我知道是我有压力，我也知道还是我年纪到了。我也知道，好，这可能好有不对劲的事情发生，但是我只能够问说：上帝啊，好，如果这是你的旨意，好，就照你的旨意吧。好，如果我的爸爸好，我有这个秃头的 DNA， 秃头的基因，我也只能够接受，因为我小时候头发很多，好，没有像君毅这么多啊，好，但是大概像你头发长得很快，好，而且呢，这个头发又很粗，可是呢，我没有想过。有一天我会有秃头的困扰，我只能够问上帝为什么是我啊？其实我的外公也是秃头啊，好，但是我爸没有，我的阿公没有，好，但是呢，只能够等候上帝的时间。还好，为什么牧师要分享这个呢？好，因为呢，有一次牧师娘带我去找何圣业的妈妈剪头发，剪了头发之后呢，他就告诉我，你这个秃头好小 case。好，不是，他不是这样说了。他说：“牧师，你可以试试看用我这个洗发精。”说：“好，其实我已经也试过其他的，好，那你就试试看。”哎呀，说你怎么用，怎么用，怎么用。结果呢，回去之后，我就开始用，照他说的用。结果呢，越洗呢，我就发现这个白色的地方好像没有那么白了。好，大家再看一下。我常常在拿镜子啊，现在牧师常常在厕所就会有一个动作，就是拿镜子这样照，好，看一下我的头发。我就会问牧师啊，你有没有觉得它好像变黑了？好，这不是心理作用，但是感谢上帝，好，上帝用不同的方式，用不同的方法，好，让我不用担心这样子的问题。耶利米他要面对更多的问题，他不是只有在一个教会里面讲道，他不是只是去当一个传道。他是要去市政府的广场，他甚至要去总统府的面前，他甚至要在全国最大的教会的礼拜堂当中，对着所有台下的人民说出没有人喜欢听的话。换成是你，你愿不愿意听呢？从明天早上开始，一直到11月12号，每天早上6点半，我们会有一个台语的共读耶利米书。如果你有参加，或是你没有参加，好，但是牧师都希望你在这52天当中，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当中，你去认识耶利米这个年轻人，从他这么年轻的时候到他年老，他怎么样有一个100%，不是99%，对神100%的心，他怎么样在他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超越平凡人、平常人。做人家所不愿意、所不敢做的，而如果耶利米可以的话，今天我们可以吗？今天我们做得到吗？我们的心中很容易藏污纳垢。这个礼拜，好，牧师谢谢我们的这个2位干事，好，这个恩典和秉恩，好，他们大概花了几个工作天，好。3个工作天还是4个工作天，把迦南教会的垃圾堆好的那个地方，好
好重新整理过，把它东西都搬出来，然后把它所有的再用水管冲一次，然后再用刷子刷，最后再拿油漆出来重新涂，而且所有的垃圾桶都怎么样？都拿到顶楼去洗过、刷过、晒过，好，然后再重新把它放回去。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？你不做这样的事情，还是丢垃圾啊？但是你做这样的事情，也是丢垃圾。有做没做有什么差别？有差别，就是在这个态度上面，差别就是在这个你使用这个环境当中，你会更加的爱惜，还是你只会更加的忽视它、忽略它？你的人生也是一样，会吗？会不会弹琴？可以给我一些这个对。你的人生也是一样，你要继续的藏污纳垢、视而不见，还是你的人生可以有一次彻底的整顿，跟神说：“我的垃圾、我的污垢在这边，上帝啊，你都看见，我的污垢这么多，我自己没有办法刷，但是上帝啊，你可以，请你帮助我。”当每一次看见有污垢、有垃圾的时候，其实如果圣灵住在你的心中，你会有一个声音，你会有一个警讯，哪怕它只是一根头发，你都知道，你现在不处理，你以后就被处理；你现在不治理，以后就被修理。你的人生是在谁的手中？在上帝的手中。求上帝帮助我们 U-turn 悔改，在关系上悔改，态度上悔改，在盼望上悔改，在忠诚上悔改。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。这首诗歌不仅仅是不问为什么，而是主啊，我相信你，因为你是我的主，我的神。我认识的你是不究竟的慈爱，我认识的你是良善，我认识的你是永远不会失败，我认识的你是万物的主宰，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就算洪水把我的视线淹没，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你就在宝座，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你的公义和信实从不落空，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我凭信心而活。认识的你是温柔的阿爸，我们不是认贼作父，我们是找到天父真正爱我们的主。我们不是对石头说你是我的爸爸，不是对木头说你是我的妈妈，而是这一位创造我们、认识我们、爱我们的主。我认识的你是随时的帮助，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还是会难过，还有忧伤的时候，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日子不总是好过，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生命的重有时会那么难承受，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一切在他手中，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还是会难过，还有忧伤的时候，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日子不总是好过，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生命的重有时会那么难承受，所以我不问为什么，一切在他手中。有
时候，总有时候，你的时候我等候，牵引我每个角走，如明光直到午后。苦与痛又算什么？你冠冕为我存留，要成就其中今生永远的荣耀。所以我不问为什么还是会难过，还有忧伤的时候。所以我不问为什么日子不总是好过，所以我不问为什么生命的重有时会那么难承受，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一切在他手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是100%，没有任何的瑕疵，没有任何的软弱，没有任何的过错，哪怕是一点点的错，哪怕是这个舵只要有360度当中1度的偏差，就不能够到达那个终点。神要我们活出一个 U-turn 的生命，神要我们找到我们人生当中必须要悔改的地方。我们在关系上有什么错误的关系？今天神期待你知道你要 U-turn， 你要回转。我们在态度上有什么错误的态度？当神提醒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回转。而你的人生的盼望，你人生的期待有什么样的错误，或是你所认为的中心是99分的中心，但是你要找出那1%错误的中心。今天为了那1%，我们也要 U-turn， 也要悔改。上帝他愿意使用每一个分别为圣的人，就像耶利米，他被呼召成为利未人。耶利米他被呼召成为一位祭司。耶利米他都还没有开始担任祭司的服事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小祭司，年轻的基督徒，是一个还没有选上执事，还没有当过小组长，还没有一个在台面上拿过麦克风的小基督徒。但是当上帝对他说，我要拣选你，我要把你分别为圣，我要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耶利米他听上帝的话，接受上帝的呼召。40年的时间，他没有一件事情是违背上帝的话。即便很多的人讨厌他，很多的人想要用石头丢他，很多的人恨不得他下地狱，但耶利米他被上帝重重的使用，被上帝高举，被上帝高举。是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牧师愿意你们的生命都被上帝高举。牧师真的愿意你们的生命都能够比牧师、比我能够更加的为主发光，领受上帝更多的祝福。牧师真的愿意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光，成为上帝所高举的儿女。而你要做的是紧紧的抓住神，紧紧的跟随神，看重每一个关系，男女之间的关系，父母之间的关系，弟兄姐妹的关系，不要让错误的关系让你的生命有破口。在态度上面你要谦卑，在态度上面你要专注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而是依靠耶和华。而你要在你的人生的盼望上面，你要看见上帝所要给我们的是超乎所求所想的，而上帝就要在你的生命当中高举你，
使你经历到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。今天我们不用担心耶路撒冷沉沦，因为主耶稣他已经胜过这一切。今天你不用担心921地震再次的发生，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这一切。今天你不用担心对岸的飞弹打过来，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这一切。今天你不用担心你会失业，你会没有地方住，你都不用担心。今天早上牧师帮子涵完成他妈妈的告别式，他没有爸爸了，没有妈妈了，甚至他可能快要没有可以住的地方了。但是不用担心，因为有神在，上帝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，因为神是顾念我们的，神知道什么是我们的需要，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抓紧跟神的关系。愿上帝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天父上帝，谢谢你透过耶利米年轻的生命教导他，也教导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年轻人，我们是可以被上帝的话所使用，我们是可以被上帝的话所调整。我们愿意让我们的关系与你更好，我们愿意让我们的态度对你更忠诚，我们愿意我们的一生都在神你的手中。帮助我们远离一切的试探，不要进入诱惑，帮助我们能够忠心在你的话，忠心在你的呼召，忠心在你的旨意上面，让我们的一生为主而活。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，这时候预备心来奉献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一种感动，我们要来回应神的恩典，是一种行动，我们要为主的圣工所用来奉献。我们一起来奉献。我在这是因你恩典，我在这是因你慈爱，主耶稣，我如此感动，因你丰盛恩典。请起立。感谢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感谢耶稣，只因着你恩典，是我的唯一活，我赞美你直到永远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在今天这个雨天，还是有许多人愿意来到这个殿堂，一同来敬拜。也感谢你透过耶利米的故事，让我们学习到你所想教会我们的事。求你让我们学会悔改，回转向你，进入真理的门，使我们能容神一人。请你保守我们在日常中的所有生活，不管是来教会聚会，还是工作，或是去学校，甚至是在家里，都求你看顾我们。现在我们献上我们的金钱、时间，才能为主你圣工所用，求主悦纳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阿们。我们要来继续赞美我们的神，我们要用这首歌，我们要一起来向我们的耶和华来歌唱，我们一起拍手。普天下向耶和华欢呼歌唱，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圣所。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，地平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
唱，全力要向他歌颂，在列邦中诉说他奇妙的作为。当圣洁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眼，当感谢耶和华承受他的生命。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心是永不更改，直到万代。来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磐石欢呼，因耶和华伟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。来向耶和华歌唱，全力要向他歌颂，在列邦中诉说他奇妙的作为，在列邦中诉说他奇妙的作为，在列邦中诉说他奇妙的作为。哈利路亚！拍掌把荣耀归给神。哈利路亚！谢谢赞美神。神要使用我们像先知耶利米一样，在列邦中诉说他奇妙的作为。阿门。阿门。所以下次你要出国的时候，在其他的国家诉说神的作为。阿门。你要去美国的时候，你要去日本，你要去法国，你要去德国，都要在列邦中诉说神的作为。阿门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在今天晚上从耶利米的身上得到许多的激励。他在列邦当中诉说神的作为，神你带领他经历南国犹大，经历这个巴比伦帝国，也去到了埃及，在世界当中宣讲上帝的信息。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，每位年轻人，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能够在态度上，在关系上，在盼望上，在信心、盼望和爱心上，都能够与神有美好的连结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帮助与感动，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使你们能够在列邦中诉说神奇妙的作为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！再次拍掌，把荣耀归给神。哈利路亚！请坐，弟兄姐妹，请坐。好，大家好。那今天有新朋友在我们之中吗？看起来是没有。好，那旧朋友有很多旧朋友，这个阮和谦，还有吴威婷，对，吴威婷。好，那我们大家也向我们左右两边的人说，感谢主今天带我们回家。感谢主今天带我们回家。好，那第一个是我们10月13号，那我们10月13号59周年的户外礼拜，那有规划5处的上车地点，那邀请各位如果还没有选择我们上车地点的人，那帮助我们选择好上车地点，然后以及跟我们的小组长，或者是至我们的49号1楼登记。那登记的时间直到我们明天截止。那当天活动还有的行程，还有我们上车地点，可以在周报上看到。那这边是我们的上车地点，有北方的市警局，然后西方武林高中，然后南方阳明公园，东方的桃园巨蛋，以及中间的嘉仁教会的前面国泰广场这样子。那大家可以记得要选择你们要上车以及下车的地点，并且去告知你们的小组长，或者到1楼进行填写。好，再来是我们11月3号，我们11月3号即将举行今年度的第6次的圣礼典。那如果要受洗的人，像成人洗礼、坚信礼、信仰告白、小儿洗礼，那请在10月20号前向区长或者我们小组长报名。那成人洗礼还有坚信礼要记得要先完成我们基要真理的课程。再来是我们的2024年的初信造就课程，那我们的主讲是由我们陈柏志牧师来主讲。那在我们10月的12号以及19号，以及我们11月的9号和23号，每的周六
2点半到4点半。那地点在我们401。那如果已经有报名的人，请记得预备你们的心，准备好参加。好，再来是耶利米书的圣经共读，然后这次呢是台语场。那在我们明天开始到11月12号，这样共计52天。那每天早上的6点半，在我们线上举行。那欢迎兄弟姐妹能够一起来参加，或者观看我们 YouTube 的重播。好，再来就是在我们59周年的户外礼拜呢，还有一个特殊的活动，就是在礼拜当天，礼拜结束过后，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3点10分，那会有一个我们宣教组和我们青年 Passion 同工设计的淡水一日轻松小活动。那活动呢在当天报名，那完成活动中的任务会得到一个社教50周年的精美的文创纪念品，那数量有限，所以欢迎会友们礼拜后踊跃的参加哦。好，那再来是一个小的报告，就是现在呢，我们的1楼回收厂那边已经整理好，那边改叫资源回收室。那各楼层呢，基本上应该也都只剩一般垃圾，可以只能扔一般垃圾这样子。对，那所以呢，如果大家在其他楼层如果有所需要回收的一些垃圾，那请帮我带到1楼的资源回收室里面进行分类。那如果有餐盒啊以及饮料杯等等的，也请帮我清洗过后，然后放置在上面，上面会有个木架子，那也帮我统一放在上面的木架上堆叠好。那感谢兄姐配合。好，再来是我们2024年临时会员和会及长老的选举。好，在我们10月6日上午9点的时候，会在新堂这个地方召开。然后那一周呢，只有1场礼拜，就是10月6日的这场礼拜。那如果有会友，然后请会友以我们会籍，然后分别入座到参加礼拜。那如果当天如果有人没办法出席的话，要记得向我们小组长或者是我们小会书记敏哲长老来提出。那现在将时间先交给牧师。好，那牧师也利用一点时间来介绍我们这次要选举的长职啊。好，那在这一次当中呢，我们有长老是要符合执事长老的资格，就是有担任本会2届以上的执事啊。好，那目前呢，我们符合长老资格的人选，而且愿意备选的呢，好有这几位，好翠林长老、庐山长老、自香长老，好他们都是曾经担任过长老的候选人。另外还有4位，好是没有担任长老，但是没有担任过长老，但是有长老备选的资格。好，有跑掉了，才知执事，好敏和执事、嘉硕执事和义军执事啊。好，那分别在我们周报的第6页上面，好有来登载。那这7位呢，好就是我们今年要备选的几位之一。好，那我们要从7位当中，好来选出4位的长老。好，4位长老，好，所以我们也为这7位，好为要选出的长老，好，如果你有会员的资格，好来为这来祷告。另外呢，我们有要选出10位的执事啊。好，那我们陆续推荐了呢。有20名，好，那现在总共有18名愿意备选啊。好，第一位，好，上礼拜有介绍了6位，好，那牧师接下来介绍这礼拜的6位。好，张端荣执事，好，曾经任过1任的执事，那他在志工队行政副队长，也是成人牧区的小组长，现任是成人牧区的小组长。连文杰，好，曾经担任过敬拜赞美团的团员，好，是儿童牧区的同工，知道他是谁的爸爸吗？爱你的爸爸陈鑫，好，知道他是谁的谁的女儿吗？好，庐山的女儿啊，好，庐山长女儿，她是曾任学青团契的会长，青年牧区的同工，现任青年牧区媒体组组长，敬拜组同工。好，介绍好像有点少。好，那慈雅，好，是立志长老的女儿，好，曾任影音小组同工，现任影音小组同工，图书馆同工。
慧兰，好是这个维杰的妈妈，好曾任一任执事财务部同工，圣歌队队员，好那现任呢是圣歌队的队员，还有一位是明文，好也是这个品心和嘉义的爸爸，好是曾任一任的执事儿童牧区的同工，好所以今天介绍这6位：端荣、文杰、陈心、慈雅、慧兰、明文。好，那详细的名单呢，好也在我们周报第6页上面有刊登，好那也为这来选举来关心，好能够在10月6号顺利的选出几位长老、几位执事，好10位执事啊，好，那再把时间交给恩典。我要补充额外报告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的青年日光少年营，对，那少年营现在开始报名了。那它的活动日期呢是我们的1月31号到2月3号。那对象是不管是你是国中生、高中生、大专院校的学生，或者是社青都能够报名。那现在在10月31号前呢，有超早鸟优惠的报名，那报名费只需要2800块。那有报名的话，教会也会给予补助，所以无论国中高中生、大专院校或者是社青们，如果在1月31号到2月3号这段时间没有事情的话，那欢迎大家踊跃报名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我们小组时间。那今天嘉兴的小组在新堂舞台的左侧，那我们执事长小组呢在新堂吧台旁的空地。那现在大家可以去小组了。